大家好，我係 JoJo 周碧嘉。咁而家咧我就嚟到宏康醫道嘅展位啦。我身邊呢位咧就係宏康醫道嘅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Mitty。Hello。Hi。咁我知道咧宏康醫道咧已經有12年嘅歷史噶咯，不如同大家介紹下你哋嘅服務啊。好啊，咁我哋宏康醫道咧，其實全名叫宏康醫道綜合中心啦。其實喺2018年咧就開始開業㗎啦。咁我哋一共有3間嘅診所啦，分別喺旺角、油麻地、荃灣都有嘅。咁我哋主要咧係打緊呢個中西合璧啊。雖然係中醫診所，咁我哋可能少少睇到背面咧，我哋都有啲西方嘅儀器喺度喎。咁就係中西合璧嘅重要性啦。好少可聽到傳統嘅中醫點解會信西醫咧？我哋就正個理念咧係咁樣彈出嚟，咁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market leader， 話俾大家聽，其實中醫都可以接受西方嘅嘢，最緊要幫到客人處理到佢哋嘅病症啦。哇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咁我想問下嚟到現場嘅朋友有咩特別嘅優惠俾大家呢？我哋又可以睇下後邊先啦。咁我哋好大個展板都寫住，我哋有一個痛症嘅治療啦，有一個骨質疏鬆嘅密度檢測啦，亦有一個炎症嘅檢測。最緊要係乜嘢？我哋有靚女嘅註冊中醫師。哇！呢個好緊要。仲有啊！仲有靚仔嘅註冊物理治療師，現場即場幫大家處理你哋嘅問題啊！哦，即係可以現場做到正骨都可以啦，或者你有更加多唔同嘅痛症啊，或者一啲運動想了解下點樣去幫到自己喎，都可以問問佢。哇！真係太吸引啦！大家仲唔快啲嚟睇下？